如何加入播放清单，还有调整顺序，还有排序啊。现在要操作加入播放清单，退出来，按中间圆形的退出来，这个退出来，看到这个 YouTube 工作者的工作室，按这个图进去，这个要去网络下载的，进去以后按内容，按内容，点按内容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就可以把那个刚刚上传的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啊？直播前的讲师的电脑，按编辑，你看，从那个音控室啊，资讯控制室，然后跟那个现场活堂，那调选其他的画面呢，有没有？选其他的画面呢？也可以自定缩图呢，有没有看到可以自定缩图？按完成，你看，哦，按完成，怎么还在处理啊？这影片可能没有那么长啊，影片很短呢。来加入播放清单，要操作，加入播放清单，有没有选到 OBS？ 有没有 OBS 直播串流软体下载操作教学，再加上实际操作，这个是属于实际操作的部分。一个是软体的准备学习，一个是实际操作，所以这个理论跟实际都一结合在一起。是编码器吗？不是哦，这个不是我手机录影的，不是，是现场录影的。电脑程式应用，学生参考，智库影片推荐。按储存哦。已经检查完了，可以看了，可以分享哦。按右，分享怎么做呢？按右上方有没有一个方形的，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箭头，向右的箭头，三角形箭头，点按那里播放影片，点按那里来播放这一部影片，可以按个赞哦。那可以按分享，按分享。按分享，那分享要选那个动态消息的，选你的社团的 LINE 的也可以的 ，email 的也可以，复制网址的也可以，聊天室 Messenger 脸书的聊天室 Messenger 的也可以。那内容很多呢。简讯的转换的 PDF， 还有朗读的，你有没有看到朗读？内容很多呢。项目很多呢，也可以 LINE Keep， 你看存在 LINE， 也可以传到 LINE， 你看。现在分享到那个动态消息，会弹出来了，可以分享到那个动态消息，这样有这个画面才是正常的。
要有这个画面才是正常的。就是这样操作了。